前出师表，诸葛亮。神良言，先帝创业未拔，而中道并足。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惫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是话之神不改意类，忠志之士忘心以为者，盖对先帝之殊遇，欲报之意，备下也。诚宜开宗圣听，以供先帝为德，开皇治世之气，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入失义，以息中间之路也。宫中府中既为一体，即发宗痞，不宜异同。若有作奸犯科，及为忠贤者，宜付有司，论其形象，依照陛下明明之地，不宜偏私，使累月以发也。侍中侍郎过有之，必以当稳定，处该良实。至如忠顺，是以先帝简拔，以为陛下。吾以为宫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自知，言行施行，必得必补缺漏，有所公益。将军向统，盛行肃谨，晓统军事，启用之意昔日，先帝称之曰灵。是以仗义以统为都督。吾以为营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自知，必能使行阵和睦，优劣得所也。亲贤臣，远小人，处先汉所以行良也；亲小人，远贤臣，处后汉所以轻对也。先帝在时，每以神论处事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以还灵也。侍中尚书中书参军，出席尽量书节之神也。愿陛下亲之信之，则汉室之良，可继日而泰也。神本布衣，恭敬南阳。故传性命以乱世，不求文达以诸侯。先帝不以神卑鄙，为诸枉屈；三顾神以错路之中，诸神以当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喜先帝以驱敌。后得庆贺，受任以败军之职，奉命以危难之间。年来20有1年矣。先帝知神谨慎，故临兵祭神以大事业。受命以来，夙夜忧勤，强托付不孝，以伤先帝之名。故5月道路，深日不磨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当将率三军，北定中原。疏结路顿，戎狄奸凶，兴复汉室，还以旧都。此神所以报先帝，立中陛下之积分也。至于斟酌损益，进尽忠言，即由之以稳定之任也。愿陛下托神以讨积幸福之效，不效即治神之罪。以告先帝之灵，若无幸福之言，即由之以稳定之万，以将其救。陛下益义自表，以自主贤道，插立雅言，亲对先帝威教，神不胜受恩感激。今当远离，临表体贴。不敌所闻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挑选的视频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
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视频。